Hello，大家好啊！咁呢一集嘅大眾占卜嘅主題咧就係關於今生什麼來討債，有4個答案，分別咧就係由左手邊啦、藍色啦、黃色啦、綠色啦同埋粉紅色4個答案嘅，可以深深吸口氣啦，用你嘅直覺去揀其中一個顏色啦。咁今次咧就特別啲嘅，唔係用塔羅牌啦，就係用占星骰仔啦，前面呢幾粒啦。去每一張我都摘一個答案嘅，係啦。咁而家呢個答案我已經 mark 咗喺張紙仔上面啦，所以咧嚟緊就會逐一個答案解釋俾大家聽啦。好，我哋先睇下第一個答案，藍色嘅答案。藍色嘅答案咧，當時咧我係摘到咧係第10宮、月亮同埋水瓶座嘅。咁呢個答案係咩意思咧？呢個答案咧就講緊咧，如果揀呢個答案嘅朋友仔咧，好多時咧都可能係因為事業方面啊而煩惱啊憂心嘅，因為第10宮就係講緊事業或者名利嘅嘢吓，咁可能你今生咧都好容易因為呢啲嘢咧而係煩惱憂心嘅。咁水瓶嘅意思咧就係話，有時你哋咧反而唔會將呢啲咁嘅憂心啊煩惱係寫喺面上邊，你哋會將佢壓抑得好深，將呢個內心嘅脆弱啦壓抑得好深。咁表面上咧就好似好狂熱咁樣工作，或者咧好兩極嘅，又或者對工作好冷淡，好抗拒公司嘅文化嘅，表現出嚟咁嘅。但係其實你內心深處咧就係會為咗呢啲事啊，會事業啊名利呢啲就會好困惑好困擾啦。咁所以都係你哋要留意嘅嚟嘅呢方面。好，咁我睇下第二個答案啦。第二個答案黃色嘅，黃色抽出嚟咧就係第3宮啦，第3宮木星，然後咧係金牛座嘅。咁第3宮咧其實就係兄弟姊妹咁解嘅。咁其實唔止兄弟姊妹嚟，可能講緊一啲鄰近嘅人啊，或者鄰居啊，或者一啲好親近嘅朋友啊，都會係解作呢個宮位嘅。不過好多時都係講兄弟姊妹，咁所以咧有機會兄弟姊妹咧就係你今生嗰個來討債嗰樣嘢嘅。咁唔係話佢哋對你唔好，但係有機會咧係你對佢哋好得滯，有縱壞嘅情況。因為木星就係一粒好星嚟嘅吓，咁所以講可能你對兄弟姊妹咧係好慷慨啊，好好啊，但係有時要留意翻嗰個平衡啦，會唔會係過分好啊，而咧令佢哋咧係太過縱壞咁嘅情況嘅，係啦。咁另外呢個宮位咧都有學習嘅意思嘅，所以留意翻咧，有機會你哋咧總係咧今生總係覺得自己咧學嘢學得唔夠嘅。咁但係因為呢個宮位咧就同對面嗰個宮位唔一樣個意思，有機會咧嗰種學習咧就係你樣樣都滲少少，所以結果咧就係學藝不精啊吓。咁所以呢兩樣嘢都係值得你哋呢個主題下邊咧係值得留意嘅。好，咁我睇下第3個答案啦。第3個答案咧就係綠色啦吓。咁綠色咧當時咧就係摘到咧係第12宮啦，海王星啦，喺呢個水瓶座嘅吓。咁呢個答案咧就係講緊咧12宮係講緊潛意識或者啲前世嘅嘢嘅吓。咁所以咧可能咧你哋咧喺今世咧係有啲以前前世留低咗落嚟嘅感覺，好影響你哋嘅。咁所以可能講緊討債嗰個係你自己，最值得留意嘅就係你自己本人，因為喺你嘅潛意識內心深處咧，你係會比其他人容易覺得有孤獨嘅感覺嘅，亦都覺得其他人係唔明白自己啊，亦都好容易咧係有犧牲自己嘅精神嘅，因為海王星係啦。咁所以咧你哋反而咧係要多啲處理自己嘅潛意識，多啲釋放啊，多啲保持平衡嘅，係啦，就係咁樣啦。好，我哋睇最後一個答案啦。好，最後一個答案咧就係講緊第8宮啦，火星啦。咁第8宮火星咧，其實就係一個比較慾望嘅宮位嚟嘅，係啦。佢牽涉到可能金錢啦，或者性啦，或者性其實都牽涉到關係嘅嘢啦。咁關於金錢啊或者關係呢啲嘅慾望咧，你都會比較好有企圖心咁，好有目標咁去爭取嘅，或者好設定一個強烈嘅企圖心嘅。咁所以就要留意翻啦，因為金牛座亦都係一個好堅持到好高嘅一個星座嚟嘅吓。咁如果萬一你哋個目標係錯嘅話，咁就難以自拔嘅，難以係出翻嚟嘅，係啦。咁所以就要留意翻例如多啲做冥想啦，令自己個慾望
係盡量變得比較減少啦、平靜啦咁樣嘅。好，咁希望大家中意我今日嘅講解啦。咁記得按讚、分享同埋訂閱啦。拜拜。